了今年的金曲奖入围名单当中，其中一位的客家歌手邱连青，过去他是职能治疗师，3年前辞去了工作，转入音乐界。他为了寻根制作客家专辑。今天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带您一块来听听。OK 蹦乐团邱连青和李凡轩背着乐器准备开嗓练习，一把吉他，一把大提琴，谱出一首首客家歌曲。翻眼淚到咬嘢嘅絕錯，一啖啊凍到面淚擺淡啊。来自新竹竹北的邱连青，小时候跟着妈妈在市场里穿梭，记忆中的叫卖声写成一首歌。就是抓到就是这些好吃吗？好吃吗？就好学哦。抓到好学哦，好学，大声点没关系，反正练习嘛，练习要啊。邱连青耐心教客语，他透露其实自己不太会说客家话，制作客家专辑困难重重。就是很多商用客语会，叫卖那些东西会，但其他的一些生活对话，其实我真的是去客委会，像那个字典啊，还有绘画，我就是一篇一篇看，一篇一篇听。但现在不只会说，还会唱。他把故乡的场景画成音符。对，我去找回这个我们这片土地那个根，因为我就觉得说，其实我做这件事情，其实也是我觉得让我父母是感到开心，也感到放心啊。因为我让他知道说，其实我虽然在做音乐，可是我并没有忘本。首度制作客家专辑，捎来好消息，入围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和最佳客语歌手。当下其实是很开心啊，但是我也心里其实是蛮平静的，也没有说我以为我会好像就是入围之后说非常一个，可是我好像没有。邱连青放弃职能治疗师的工作，跨足音乐界，他用歌声感动人心，用乐章谱出客家生命力。原乡的记忆有母亲叫卖的声音，有客庄穿梭的足迹，一把吉他的琴弦撩拨客家最深的依恋，谱出疗愈人心的感动时刻。